蔡顯明召開記者會，對於亞視大股東查懋聲話佢無理取鬧，蔡顯明就咁樣回應。那今天呢，我也要對查懋聲先生，用我們台灣的講法，就是他是假人告告了，假人告告，也就是欺人太甚。蔡顯明質疑查懋聲唔係真心對亞視嘅未來着想。今天要退出亞視的是他，不是我。那到底誰比較愛亞視？誰比較看好亞視的未來？然後就說我承諾要拿出10億，結果我拿出1、2億我就跑了。我有跑嗎？我沒有要退出啊。蔡顯明又話亞視股東風波唔可以打咗人就話以和為貴，咁認為要喺公正嘅框架下邊辦事。蔡顯明話喺舉行記者會之前收到星島新聞集團主席何柱國嘅聲援電話。何柱國就話唔認識蔡顯明，打電話俾對方只係想勸佢唔使咁勞氣。係咪查懋聲啊？係嘛？同阿 Patient Chan 係朋友嚟㗎，我唔係攻擊佢㗎，係嘛？因為我要好多謝佢，佢有呢個機會等我去買星島，咁我先可以做得出有啲成就出嚟。今日星島都起碼都算成功啦。何柱國慶幸自己冇同查懋聲合作。喂，我唔係報仇啊！啲人話君子報仇10年不晚，我絕對唔係君子嚟㗎，我小人嚟㗎，我唔係君子，我唔係報仇。何柱國就強調同查懋聲係朋友，多謝查懋聲俾機會佢買入星島集團，至今亦都有一啲成就。香港寬頻電視記者何容生報道。